高龄化、韩国人口单就細走，係向下發展都到位大問題。特別係作為太出的世界，就上就為搶望人來做事。喺台三線控嘅新竹縣峨眉鄉，係台灣其中一個重要嘅同感神區。當然，公元嘅前後就係同感太出的時期。韓國峨眉鄉老人家嘅人口比例有25%家，係台灣最高齡嘅5個鄉鎮嘅其中一個。尤其係都會作為愛舒適的時期，韓國係強國。嗰個歸到家鄉嘅後生嘅留意，就發現在家咩嘅言農團發通，作為大學生韓國後生朋友向下來屯農民聽見家咩。一禮拜嘅發通當中，除咗聽聽農民意見家咩，咪實際體驗睇向下安樣嘅講嘢咧。我們這邊都市的有他們的形容，我們又可以改成，因為我們去都市。對無強用現時來嘅後生兒，同新竹縣峨眉鄉無負擔農場都空氣中，進到家鄉嘅後生兒留意，拿出自家研發嘅點心，朝採天農民來同一條後生朋友打嘴鼓，講自家對田種下有按到馬嘅想象。我們家種米，然後像森哥他有安全的橘子，你吃的時候不知道有沒有吃出來，有淡淡的苦甘的味道。那是因為連整顆橘子的皮，整顆都進去了。對送點心講意思，講到採天相關的話題，先同也從特別的田種下田養發通來暖身。你們呢？覺得呢？農村還有什麼元素比較強、比較重要的，就是可以促成這個農村的一個環境？環境當然是一部分，我們認為啦，我們普遍認為最重要的是產業。一條後生朋友會來到峨眉鄉，係驗證大家對田種下有無強用嘅想法同觀察。我目前是就讀農藝系，大學的農藝系。那就未來也會想要，就是回到家鄉，可能從農或是其他的就是工作。但是我會希望可以回到家鄉，就是學生這個時候就希望可以更去了解自己家鄉。在這裡生活其實跟農村還是很相關，雖然我們不一定會常看到它，就是我不想讓這些東西離開我的視線，就是在趁寒假這個時間，就是再回到這個地方，接觸這個地方。那我之前在做那個服務街友的社工，就認識另外一群就是在關心農村的議題的人，這樣子。然後就因為我現在目前在休長假，就想說在休假的時候就可以來農村體驗一下，就是跟都市完全不同的生活的一些樣貌跟習慣，這樣子。一從發通唔單止係來體驗田種下嘅人用嚟講嘢咧，還可為實際同農民聽做事，也係意識人士進到家鄉嘅後生人留意想出來嘅做法。其他學係同食品相關嘅課呢，作為呢個農家子弟，佢退伍過後就決定轉去家鄉，希望打幫佢到家鄉嘅產業。嗰所頭一擺期盼峨眉在減嘅鹽農團嘅發通。我在產業冇強用。冇旱的時節咪冇強用，從愛你自家係種時天呢，時天是3月時節係時天，7月時節最冇旱，還是想講冇來市場，你就在為，你峨眉的種甘嘅了到老人家了到老農果農，就在老叫做田收嘛個，是想講冇是青下豆掉人強下來換數啊。我忘記跟你們說，我們的峨眉就是從峨眉街，就是從那裡看到，然後到那裡，就差不多了。發通頭言語，先來認識田種下，帶領鹽農團嘅亞流團員去看那峨眉人平常時嘅生活環境。這邊其實是蠻有歷史的地方，然後就是也有看到一些像豬肉，就是豬肉攤，那它豬肉都是這附近的自己養的，然後就知道就是這邊。這個整個街道跟這附近的，就是可能產業都是很密切相關的。剛經過有間小學，它的歷史有120年了。那我覺得這邊可能也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地方，然後它城際人口也非常的繁盛，才會在這麼早以前就會有一座小學。然後我覺得這個地方應該是很值得，就是一探究竟，然後呢體驗在地的生活。一開始想象的話，就是可能當然就會比較不方便嘛，但是到這邊之後就會覺得說，就是
就算没有那些都市常见的东西，但是在这边生活的人也可以用他们自己的一套习惯跟方法来，就是解决那些他面对到的问题。唔但唱认识田中下，唔是讲美国雷天音田中下将有位不通违反数。开玩笑，没有说自己要烧焦掉。对的。沿农团呢团员同沙嘅見面，向下嚟準備違反數嘅食材，在個底定肉頭、鴨頭、假虎頭到天空來結業嘅。一般來講吼，天氣期嘅無嘅吼，暑過以後天氣樣有無頭好做，要是一般嘅天氣期嘅都無嘅個體樣做人係發燙。過了還搭嘅有嘛吼，即係空窯吼，一般講空窯嘅話，所以無頭嘅做基本。你要慢慢的看个技巧有嘛吼，是讲你下背拉发的时间，像你三只转呢，还是主要是讲唔係講用潮燒嘛，主要比做通氣孔，通氣嘅要對流的話，給它保養的嘛，一般嘅都做起是下背胎，慢慢的熟練上，印色。煮水的時間按到4年的時間。大家23週以後，有人掘出泥團，有人負責結業嘅。沙溪農民係帶定野條團結，向下去做鹽礦飲潮茶。綠的一定是濕的嘛，所以這個我們就地取材的一個原料哈，就是這個大支的也 OK， 好不好？就把它抽出來。所以你會想到講，做啲撈牛背應該結合，來採用講，後生應該介入因唔啲農村嘅艱苦樣板因也係生發。也比一體驗講，你作為只發同啊，用撈其他撈，其實講嘢是撈人頭擺恢復安啲社區即係農村，比體驗一擺落嚟上啲個。我之前也有在竹東那邊控窯，然後但是這邊方式不太一樣，這邊是拿就是旁邊竹林裡面的竹子就來就是當鏟，那這邊就是還要自己去拉竹子出來，然後自己砍，自己把它裁成適當的大小，那就比較不一樣。親自用手。那個做出來的東西，就是以後等一下我們會吃到那個控窯控出來的餐點。那我覺得這種餐點，就再加上自己動手做之後的意義感會不太一樣。田音嘅演繹田中下嘅成法，田演繹一到沿農團嘅後生嘅就會正式而做死咧。大洲大家就到咁嘅人類報道，咁嘅農詳細嘅同期一到小結工隊嘅咁嘅品種，還有價嘅特色，還分享這咁嘅有按到乜嘅優點。一般的話，我們到市場去的話，都是要這個葉子，因為你現在把它採這個光頭的話，變成看上去很像不新鮮。我們大部分果農的話，都會採這樣長的那個角度啊，給它。採出去的話，比較那個鮮豔，看起來消費者的話會比較那個比較接受。做得講，大家團員都唔是見過咁咩，故所也有農民不是愛到順空見高見低。不正確。那個頭你怎麼刺那麼大？因為這個我剛才跟你講過這個會插到橘子。哦。這個。所以說要把它剪到這樣。都要剪到大。這個要到底啊。這個。因為你那個太高的話，這個一洗的話，這個橘子的話，3天4天的話撞到它的話，就變成那個了。一班沿農團主要係為建同感，現正先做煙係出產同感嘅體驗，其中要係我們用千多，總有800公頃安多。沿農團嘅發現日6日，發現減未睇出，總係前無人工，故所發現沿農嘅不通，希望大幫安內同都市嘅後生兒帶到田中下來，建立一個平台，好本家鄉嘅勞工種兒同後生兒要相互交流學習嘅機會。佢都做下幾年嘅貢獻，冇算喺你底下做嘅沿農團做嘅事情，冇算雜工係7口。上下賣到樹倉。最大嘅時節有通講3口嘅，也5口嘅。佢條街都是當到得收檔每隻咧。我是去到當大松啦，是講也在發通，希望講佢兩端啦，體驗端也就大學生，也就讓出社會嘅後生人、新鮮人有一個體驗嘅機會，也就農民有一個喘息嘅空間，可能兩邊有不一樣的火花咁樣。
南灣峨眉鄉農業人口嘅比例未超過25%，係全台灣最高齡嘅5鄉鎮當中嘅其中一例。在地農民對欠工嘅問題都有同情嘅感受。從你啊提出嚟講咩時節啦，人工確實有效啦，因為啊，將冇後生人去田宅，農人家佢嘅體力有限，所以講啊，喺佢爬下山啊，是種兩相嘅幹嘛，其實甜甜咧，農人家難麼，尤其70歲。嗰數幾日到都蒙定嘅鹽農團到來，希望加緊補地位人工來填數。現在的那個少子化，留下鄉下種植的都是全部係農人家嘅。呢隻平台清好，對我哋過農民來講嚇，將嘅有呢條想體驗嘅人員來到我們這邊，協助我們。農民果農很好，就是我覺得這個平台要持續的發展下去。一般來講，農民嘅話，吼，大部分是講3年嘅採收嘅時節，3年嘅能力有限。但是有農民團嚟幫忙嘅話，吼，而家按當然嚟填數，1點鐘按到嚟摘幾籮，吼，一般來講1籠差唔多是40斤左右嘅。但是咧，3年摘。可能是講一周邊啊，吼，摘冇幾多，但是有農民團咧，按條天數嘅吧，按摘樹嘅時間會較緊。訓練嘅班日，鹽農團嘅團員都天天嚟了解，每咋種會到見甘味嘅優點，唔過唔係按嚟就好咧，甘味愛用嘅食，愛用嘅土。為做按多馬該講團員都會抵得。第一個就是以前吃橘子的時候都不會想到說，哦，原來上面的地就是有這麼多的學問這樣子。因為剛剛果農就有分享說，就是採收的時候的方式也會影響到之後的保存啊、運送啊，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。對啊，來之前都想不到說，就是原來小小一個動作就還有這麼多的，就是需要注意的小細節這樣子。就是採收的時候，就是它每一棵樹上的結果狀況都不一樣，所以要去判斷說。這個熟就是這個橘子熟了嘛，然後熟了要採收，然後還有像這邊是，就是因為有客人要是比較黑的，所以就還要去除了說成熟之外，還要去看，就是要挑，特別是挑比較黑的，去符合那個客人的需求，然後再去剪。來試試看看啊，峨眉早上現採的桶柑，要不要試試看？這峨眉在地的桶柑，好採了，來歡迎試吃哦。沙定幾條寒天定耕種人送嘅路空，學定安用嘅土也一粒一粒切假剪下來嘅甘味賣出去，就行卡 TV 嘅度耕種人有幾辛苦嘅。嚟到後生人來撈，嚟到農民學習，我知道啦，我嘅角度係兩片全部都學習，農民的學習用幫人撈嘅做法，撈他的。過程種植過程也係修剪，也係用幫人剪，用幫人修，用幫人分級，用幫人留甘嘅幾隻過程，撈學生啊，撈嚟對後生人分享，幾埋嚟練習用幫人講，用幫人表達。另外係啲學生啊，嚟到成日都未得學，佢就用幫人種，用幫人辛苦，到後來自家去做。甘味產業係亞結下星日來峨眉鄉重要嘅經濟來源，大幫派鹽農團嘅不同，同外種嘅後生人行業產業，甘樹加客人，甘味睇出家下有幾無限嘅，一條農民加一條後生嘅來填數，解決嚟欠工嘅問題。今日嘅寒天留意對鹽農團嘅不同有同情嘅 TV， 佢也知道按嚟做。峨眉確實也有位新的希望。